桃园中线拍算要对桃园的 G07，也就是桃园车头，接到新北市新增捷运回龙站。交通部即马是带条件通过，互本地要做轻铁的中线变做捷运。未来对这桃园车头到新北的回龙站，只要18分钟就会到。不过这经费就要加260亿出来。未来地方和中央要安怎分配，是行政院审议的重点。车路来来去去拢是人甲车潮。桃园这几年人口成长真紧，达到231万人。交通部有条件通过桃园捷运张线可行性研究修正加综合规划报告，将轻轨升级做中运量捷运。建设总经费为195.58亿调整到456.49亿，增加260.97亿。若是明年通过行政院协定，安尼就希望在2032年通车路。有帮助，因为这边转车人很多，那到台北的话，就是转车很方便。新北、台北工作的人，就是其实因为住桃园比较方便，但季节其实它的站比较少，对，所以就有桃园的线应该蛮方便。桃捷张线规划，桃园这边为绿线G07站甲代替桃园站转接，连接到新北这边的北捷万代线。新路线回龙站全长差不多11.38公里，设7个车站，分别是5个地下站、2个高架站。未来为桃园坐捷运到新北回龙只要18分钟。相关的一个中央跟地方的财务的分配呢，那这就是下一阶段讨论的一个重点嘛。那我们会依照这个审查的一个结果呢，修正相关的内容，继续进行行政院的审议。政府表示，未来中央地方经费分担将是行政院审议的重点，希望中央负担244亿，地方负担212亿为目标。也强调张线有800条捷运系统整合效益，用串联大台北甲桃园地区生活圈。未来8捷、桃捷票证系统整合，800条之间用一票到底。让张线用分担代替桃园到新增地道路客。因何代替服务更加侪中长途的旅客？记者综合报道。